价钱跟我户头里面数字一模一样哎。It's a sign。这样都要结婚啊啦！啊，来，狗头铡伺候。你哪边来相亲，他就要接受真实的我。就这个牛腿的吼，我上爱。今日开始，我要吃2碗饭，我是神力女超人。你是不是女生啊？房间安尼乱七八糟。当你学会钢琴了后，就会当伫厝内底小学生趁钱，会当大家拢清水水的，够有气质。指尖含鸡蛋，鸡蛋。恁爸爸想要买一台新车，车无买，互你学钢琴，你阁无好好认真。初恋情人，那你想啊，你要